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is economy to be downgrading its The World forecast. Bank going to begin this hour with some states. The organisers The of hardest hit by America's new tariffs could be America's. That's the pre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是全球經濟穩定的重要機構，但它真的有效嗎？它的成效與不足又有哪些 ？IMF 在經濟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它提供了資金支持，幫助多國恢復穩定。IMF 提供技術支援，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財政與貨幣政策管理能力，支持經濟現代化。IMF 發布全球經濟監測報告，幫助各國預測經濟走向，促進決策與國際合作。IMF 的貸款政策附帶嚴格條件，例如削減公共開支，可能會加重某啲國家嘅貧困同不平等。IMF 嘅投票權有少數發展嘅國家，其中美國有16.49%，而日本、德國等國家有4至6%，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則只有2%。反映出發展中國家難以喺決策中獲得足夠嘅話語權。IMF 嘅政策往往解決短期危機，但對長期經濟發展與社會影響嘅成效有限。最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全球的穩定重要力量，它的不足也提醒了我們國際經濟治理有改善的空間。